各位观众，阿弥陀佛！今天师父继续为各位介绍这个题目，叫做“放下悲痛与怨恨”。放下悲痛与怨恨，你们知道吧？南非民主的斗士曼德拉，曾经因为反对种族的隔离政策而入狱了，锒铛入狱，他被关了27年了。在狱中被残酷虐待的这个曼德拉呢，后来他当选了南非的总统，在他总统就职典礼当中，邀请了曾经对他行虐的这些看守的人员，他不但大方的介绍他们给大家认识，更恭敬的站起身来向他致敬哦。这不仅震惊了现场的所有来宾，也让曼德拉呢闻名在全世界。曼德拉在之后就向人们说明他那样做的原因是为什么。他说，年轻的时候啊，他自己性子很急，脾气很暴躁，在狱中，他必须要学会控制这个情绪，才能够活得下来呀。他又说，当我走出这个囚室的时候，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那时候呢，我清楚自己若不能够把这种悲痛跟怨恨留在身体的后面呢，留在身后，那么自己其实仍然在活的在这个监狱当中。是的，我们27年的这种痛苦的监狱生活，没有让曼德拉心生嗔恨心、怨恨心，反而使他明白，人在悲痛、怨恨他人的时候，伤害最深的便是自己呀。唯有放下怨恨的心念，慈悲能够原谅他人，自己的人生才能够重新开始，才能够得到快乐。平凡就像我们一样，又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活在这一种，譬如有一些小事的人我是非当中，不快乐、不如意？我们何不学曼德拉这种顿悟啊，把所有过去的悲痛、所有的怨恨，全部放下，让自己活得更快乐、更愉快。因为毕竟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所以我们一切都能够心中没有污染，那这个人要成就才会更快啊，能够净化自己的心灵啊，让自己的成就能够更圆满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